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今日咧，我將同大家分享翻呢關於考 B1 試嘅要注意嘅事情啦，同埋多少少嘅攻略嘅。因為咧，我知道咧，而家都比較多人去考B1 啦。咁除咗香港人之外咧，咁仲有其他visa 或者其他國籍嘅人士咧，都需要考 B1 試嘅。咁我都建議翻大家咧，大家可以提早1個月或者2個月之前去考嘅，因為 B1 試嗰個有效期咧係2年嘅。而我自己咧就報咗名喺 Trinity 嗰度考試啦。咁 Trinity 咧都有好多個唔同嘅 centre 咧，可以俾大家考試喎。咁其實除咗 Trinity 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政府指定嘅考試中心咧，都係可以俾大家報名去考試嘅。而至於喺考試當日咧，大家盡量選擇圓領嘅 T 恤啦，同埋輕便簡單嘅服裝去考試咯。咁個感覺就會舒服啲，同埋輕鬆啲啦。同埋因為咧考試個市場都規定好嚴格嘅，咁所有私人物品咧都要放晒喺個 locker 入邊嘅。咁佢會規定你帶啲乜嘢入市場就只可以帶嗰樣嘢，咁其餘嘅嘢都要鎖晒喺 locker 度嘅。上一集咧，我都提及過關於安檢嘅情況嘅，因為考 B1 試咧個安檢咧係比較嚴格嘅，咁佢會由頭啦 scan 到落去隻腳嗰度啦，包括埋褲袋啊，同埋鞋底咧，佢都會 scan 埋嘅。咁佢呢個安檢咧就比考 Live in the UK 咧係會更加嚴格嘅。因為我自己都考咗 Live in the UK 啦，咁都係一 take pass 嘅。咁我會喺另外一集咧，先同大家分享翻考 Live in the UK 嘅情況啦。點樣報名啊，或者需要注意嘅事項啊，或者一啲乜嘢嘅攻略咧，可以特別容易啲 pass Live in the UK 嘅。大家記得咧，帶翻你自己報名考B1 嘅時間嗰本 passport 去考試喎。因為你去到考試當日咧，登記嘅時間咧，職員已經會幫你去 check 翻你嗰本 passport 嘅。咁亦都會到有職員再帶你去正式嘅市場度登記啊，檢查嘅時間咧，都係會check 翻你嗰本 passport 嘅。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帶錯passport 去市場考試啊！如果考試當日咧，大家忘記咗帶嗰份表格啦，或者係整污糟咗啦，咁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喺考試中心嗰度咧，係會提供呢個表格咧，可以俾你即時寫翻落去嘅。咁唔使擔心話，冇咗份表格，我會唔會冇得去考試咧？咁其實可以即時再寫翻，就可以即時考試都得嘅，都冇問題嘅。因為考 B1 試嗰個費用都比較貴啦。咁當大家報名考試嘅時間咧，咁大家如果好擔心自己考試嘅第一次唔合格咧，咁佢有一個服務咧，就可以加呢個30磅咧，就可以俾你再考多一次嘅。咁如果大家都有需要咧，咁可以使用呢個服務嘅。咁要喺你報名嘅時間咧，就可以揀埋呢個服務咯。當你報咗名考 B1 之後咧，咁你需要打印一份表格出嚟，填寫翻你需要講嘅主題係乜嘢啦。咁大家記得咧，填寫資料嘅時間咧，就所有嘅文字咧都唔可以超出個格仔以外嘅。唔限定你寫幾多個字，但係咧就唔可以寫出個格以外嘅範圍咯。咁係唔得嘅，大家要留意翻呢一點喎。當你去到市場登記咗之後咧，係可以去洗手間嘅。咁就記得，如果有需要就呢個時間去洗手間喎。因為當有職員帶你上去正式嘅考試中心入邊準備考試嘅時間咧，就唔可以再去洗手間嘅啦。而考 B1 咧係分開2個環節嘅，咁係分 Part A 同 Part B 嘅。咁 Part A 嘅考試咧係比較重要啲嘅，時間亦都會比較長啲嘅。而 Part B 咧係次要啲嘅，時間亦都比較係短啲嘅。因為考官都會因應翻個時間剩翻幾多咧，而向你提問一個 topic 嘅問題啦，或者甚至乎2個 topic 嘅問題啦，佢係會睇住時間而定嘅。
而考官呢係會分開 Part A 同埋 Part B 去評分嘅，咁亦都會俾一啲嘅 comments 嚟嘅。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啦，我點為之合格，點為之唔合格呢？咁而 Part A 同 Part B 呢，你攞到譬如 C 加 D 呢，都係合格嘅。咁但係呢，如果你喺 Part A 攞咗 D， 咁而 Part B 係攞 D 呢，咁呢個成績呢就係唔合格啦。而至於大家考試想講選擇咩題目呢？咁我建議大家呢可以選擇一啲比較簡單啲同埋日常生活化啲嘅題目咯。你自己有比較熟悉嘅範圍咯，咁就唔好講一個題目呢個範圍係好廣闊嘅，個範圍係去到好大嘅，咁令到考官呢可以喺你個題目裏邊呢問你好多額外嘅問題咯。因為我都係最近1月先考試啦，咁而家嘅模式呢就係唔同咗以前啦，唔可以用死記啊背書嘅方式去考試咯。而家嘅模式呢係已經改變咗，係用對話，全程係用oral 對話嘅形式去考試咯。咁所以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咯，將會係用 oral 對話嘅形式去考試咯。而我喺考試嘅當日呢，考官都係用 oral 傾偈嘅形式呢而同我考試嘅。一開始就已經用傾偈嘅形式去考試啦。咁我準備嘅主題啦，同埋5個小題目呢，喺考試期間呢都係全部問晒嘅。而當中呢，考官都問咗我好多條問題咯。每一個小嘅主題呢，佢都問咗我好多條問題咯。而喺考試期間呢，考官會要求考生呢問佢2條問題嘅。你問佢2條任何嘅問題都可以嘅。你可以諗下問佢一啲嘅問題呢，佢係會答多啲時間嘅，咁而令到你嗰個考試呢個時間係過得快啲嘅。咁例如你可以問佢你鍾唔鍾意去旅行啊？你鍾唔鍾意煮嘢食啊？或者你放假嘅時間呢鍾意做啲乜嘢啊？你鍾唔鍾意睇電視啊？例如你可以問佢你鍾唔鍾意聖誕節啊？你嚟咗英國幾耐啊？或者你問佢你鍾唔鍾意呢一份工作啊？咁考官通常咧都會答你5-6句，係回答返你嘅問題咯。咁佢答咗幾句之後咧，咁令到你自己嗰個考試嘅時間咧就可以減少咗嘅。而我自己覺得咧，考官係都會因應返考生嗰個語文個能力啦，佢個英文嘅水平咧，而同你去考試嘅。咁佢如果覺得個考生個英語個程度或者英語個能力唔係十分之太好咧，佢都會遷就返，用返啲簡單嘅字眼啦，或者係將個語速咧減慢啲，咁令你容易啲去明白佢嘅問題咯。如果大家考試嘅時間呢真係好緊張，可能之前準備嘅資料呢都有啲都忘記咗啦，咁盡量試下呢將你講英文嗰個語速呢就係減慢啲，講慢啲，咁因為佢唔限制你講快定講慢嘅，咁你可以將佢講慢啲，咁令你有多少時間去諗下點樣講出嚟咯。我喺呢度同大家賣個關子先啦，我之後會拍攝一輯全新嘅系列啦，主要係講用 BNO Visa 自行申請呢個永居嘅方法啦，佢嘅流程啦，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同埋申請永居嘅攻略啦，點樣可以攞到快證啦，咁我都會同大家詳細去分享返嘅。我希望用我自己嘅實戰經驗啦，同大家分享返啦，點樣自行申請返永居嘅方法啦，同埋佢個流程係點做啦。希望咧我嘅分享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咧好輕鬆、好順利咁可以完成晒申請永居嘅手續咯，同埋可以成功獲得永居嘅身份咯。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就會盡快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看我嘅影片啦，拜拜。